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又是我们欢迎收看6月28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会今日进行第23度会，会中因为其中清德并无出席，你是由副市长颜顺做代表，引起侪国民党籍议员不满，批评市长无尊重议会。台南市议会今日进行第23度会，不过市长清德因为无亲自出席，阁无事先请假，由副市长颜顺做代为出席，引起国民党议员不满，指责市长凭什么不能出席大会，态度骄傲。我们今天有重大的民生议题，我们要求市长要来啊！二三九那么重要啊，你要没有理由啊？因为你出现才是你嘛是议长，你才是要有请假，我尊重你，大家有理由嘛，是安怎请假？我当面前我要议员，议员咱就轮换啦。议员轮换，我特别讲明爱尊重哦。伊显然就是无尊重咱哦，咱就是无受尊重的一群哦。这件重大的议题。伊法要入来就入来，法唔入来就唔入来。啊，拄啊，俺食龙家议员讲伊前紧就办200几日无入来啊，但这是要算啥？因为伊一定拗蛮议会惯势啊，看俺这议员无去啊，惯势啊。啊，即摆换你代理议长，人嘛看你无去啦。对此，法规主任解说，以行政院内政部法令规定，市长在大会期间未当出席，应该事先请假，以表示尊重。第议事主任也强调，在4月12号大会进前，就有发函予市府各局处，要求在大会期间拢爱列席。电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小议会除了市长无出席引发争议，会中嘛审查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驻地条例修正案，条文当中增加伫台南市贩卖国内外猪肉产制品不得检出3肉精。对此，内里双方有无共意见，讨论一直无结果，主要因为双方现场无过半宣布散会。针对议员蔡耀辉提出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驻地条例修订案，要求在咱市贩卖的国内外猪肉产制品不得检验出3肉精，违反者处新台票10万块以下罚款，并按列连续处分条文。国民党强调，为了捍卫市民健康，该案一定要通过。但民进党认为，该案不但抵触食品安全法，而且佫比明定的6万块以上2亿以下罚款罚了更较轻，所以徛伫反对的态度。公母法的规定是6万到2亿哈，那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再加定在自治条例定这个10万以下，其实是跟母法抵触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修正条例是应该不宜修正还是按照这个母法来处理。所以本席的建议是这样的修正案本席反对。目前我们台湾就是禁止这个瘦肉精的美猪进入台湾，所以这样的法令增订这个条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目前台湾就是不行啊，所以为什么要再多订这个？另外，针对地方自治法规定，我们的自治条例它的罚款上限是多少？如果以自治条例来讲，就是10万块以下。10万嘛，不能超过10万啊。所以如果超过10万怎么办？无效嘛，跟母法抵触无效嘛。国民党议员认为，为了市民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的考量，为了防止中央政策随着蔡英文的态度来有所改变，台南市应该提出更加严格的规定，事先做好预防。请问你一下，这个安全容许量是不是可能随着小英主席在美国就松快回来，这个安全容许量就有所改变？在台南市这个议题拿出来讲，我们只应该比全国要求的更严谨，更为台南乡亲的健康安全把关。所以今天本会蔡议会议员提出这么一个所谓的修正案，我们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捍卫健康，捍卫健康，再捍卫健康。有什么不可以修订的？为着要顾台南市民的健康，顾咱子孙的健康，过来你唔煞拢目睭叫喇叭顾着的款呢？
你无看到蔡英文总统都已经准备要开放啊？开放立法院民进党得手，伊自然就会修法，将来这条林检区的就会改变，啊要改变偌济，所以咱台南市是做起来动，民较骨正是做唔对的，咱这是迷雾丢谬，发生收起来伫遐，万一中央改变，台南市议会有先见，会当设一条法律伫遮，互未来的卫生局伊会当去执行呢。这是用心良苦，竟然甲丑化。那里双方一直僵持无结果，国民党阁提出议场要求清点人数，因为人数无过半，大会主席宣布下晡2点半继续开会，于最后议员因为人数不足来宣布散会。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大附小实验室下有6位5年级学生得到教育部推荐，对7月10号开始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级的亚太理动会议。对此，市长赖清德上午嘛亲自授旗，勉励这群理动大赛展现亲和甲自信，让世界看见台湾，看见台南。白毛轨道顶包括手做的文创纪念品、甲家己的名片，拢是台大附小这6名理动大赛作品，而且因除了静态展示，为了参加伫日本所召开的28届亚太理动会议，也用真认真的英语加日文，小解击败家己的任务甲宣言，同时表演检赛技术，展现文武专才。我觉得就是虽然过程中很辛苦，但是还就是要享受其中的乐趣，然后就是不管是在访问就是别人，然后还有各种活动外，就是老师也就是透过这些活动让我们更认识国外的文化，然后国际议题，然后让我们更了解不只是台湾。我想我们附小长久以来呢，在国际教育这一块呢，都已经经营得非常久了。我们的学生呢，平常呢，在各方面的一个语言，不管是英语或是第二外语的一个学习，平常都已经相当有基础了。特别是在国际议题方面的一个关注，我们在平常的课程当中都有融入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所以我们学生对于这些的议题，实际上也都很不陌生。我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附小长久以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活力，对于能够为学生争取这样子的一个参与的活动、学习机会，我们都不遗余力。开始这摆台大附小的校长、甲师生以及家长的充分合作，获得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甲多元的课程活动。通过市初选甲全国的竞选，才取得为代表台湾的资格，相当难能可贵。对此，市长赖清德嘛亲临现场，除了以致敬世界地图、毛笔等10项好礼，嘛亲自授旗，勉励因7月10号到24号这段行程，成为上届专业的外交、文化甲亲善大赛。担任这个最亲切的亲善大使，永远都是带着笑容啊，当亲善大使，都这么啊，这个男孩子这么帅气，女孩子这么漂亮，对不对？当亲善大使，大家刚刚哇，这都一个国家囡仔啊，市长刚刚坐在那里想，我去上到的囡仔在搞掉，你看其他国家看到哇，这多一个国家来囡仔呢，哇，这亲切这搞吼啊，这你要专业点哈。然后呢，能够获得最大的肯定。透过国际会议，这6名理动大赛嘛，成为跨国文化桥梁，要让世界看见台南。电视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学生伫暑假期间享受正当的休闲运动，市府伫今年总共举办8大类3000场活动，伫希望予所有学生唔通浪费暑假，会当借机会培养家己的兴趣，嘛避免毒品甲不良场所威胁。今年由市政府暑假所举办的青春105与台南共舞，除了有篮球比赛、夏令营，也有各种好耍的活动。总共8大类3000多场的活动，副市长也鼓励所有的学生好好利用暑假这段期间，培养家己的兴趣，也有补充家己课业上的不足。暑假当中的2个月的时间的应用或者怎么样去处理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消极的呢，是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在这段当中他不会变坏的那积极的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呢，在这段当中能够好好的利用呢，没有功课压力的时候，去了解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兴趣，或者补足呢，在去年1年当中，我们认为学习不够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时间，就关系到许多孩子的一生除了各种活动，今年也以反毒作为宣导主题。安副市长也甲学生做伙表演反毒话剧，教导学生毒品的危害，也呼吁所有学生唔通食毒，和毒品远离好恒。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开始学生上届期待暑假就要来临，伫处台南有5000间饭店，除了持续推出培养国际礼仪的夏令营，嘛结合安平竞赛推出用日文创产品的体验课程，伫希望带动暑假期间的亲子同乐，留下美好回忆。为了精心安排保工课程，伫暑假活动当中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互大小朋友体验家己动手做的成就感。所以饭店特别邀请艺术家陈建志甲黄之新等人亲自来教民众雕刻椅仔、彩绘杯顶甲泰鲁等等课程，同时也有总铺师教大家制作美味可口的甜点甲鸡蛋糕。对，然后这个黑色的你们知道什么？对，然后首先我们就是把纽扣，这个是蛋糕，然后放在你正面的地方，我们纽扣先放，然后放完之后在上面一点点放蝴蝶结。然后在上面大概1个手指宽放我们的胡子，之后上面就是我们自己装饰我们喜欢的水果。暑假好好玩。嘛因为安平是竞赛发源地，饭店为了让民众认识竞赛守护家园的精神，嘛甲安平区公所合作，除了要伫8月7号免费举办竞赛导览。对今仔开始，嘛邀请木雕竞赛工作室伫饭店大厅举办展览，相当精彩。往我们的门口一挂，然后剑一插，就变成一个撕咬剑的一个样子。然后旁边的一些小坏人看到之后，会觉得说，这个官兵回来了，以前都是官兵，就是他们家的男主人都回来了，所以呢，坏人都不敢进去当小偷，不敢去偷东西了。结果呢，我们旁边的住户就寻起的模仿，就会在家里面都摆一个剑师，这是我们安平剑师的由来。其实安平剑师的由来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那希望大家有空到我们安平来玩，然后不要只来1天呐。最好来个2天或者是3天，然后来住大义励志。然后我们饭店也推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活动，希望因为暑假就是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然后住大义励志，可以到我们的安平去走一走。剑师呢一直是我们台南的代表之一。那这次呢，大义励志利用暑假呢，跟安平区公所还有我们安平木雕剑师工作室的老师呢一起来配合。那另外还有一系列的 DIY 的活动，也希望呢将我们台南的一些文化
艺术来传承给下一代。从小小的小朋友开始呢，就对这些作品有兴趣，然后从 DIY 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产生了一些更大的一些连结。那可以呢，借由我们大爱励志办的 DIY 活动呢，更增进我们家长跟小朋友的情谊。那也希望大家呢，来将这个一系列活动融入到我们暑假的生活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不管是体验课程还是竞赛得答，拢限定名额，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提早报名。但新闻官及王子豪采访报道。我们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因为心脏病加蛋白的关系真密切，所以民众一旦发现放疗有破，拢会真紧张，监视药剂出问题。对此医生表示，虽然放疗有破是真容易，买当提早观察警讯，不过还是需要量早就医，接受专业的检查，才当确定。药剂病目前所在，除了跟爱食生药以及食止痛药的习惯有关，嘛因为心是无神经的器官，初期并无明显镜头，所以除了较少的急性发炎会当马上发觉，其他因为相关疾病引起的慢性蛋白量增加，就真容易疏忽。不过医生提出一项真容易观察的警讯，就是若放疗有破，过了10几分钟也未散，该尽早就医彻底检查。我们每天早上呢都应该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小便，那看有没有泡泡的存在。那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看外观有没有泡泡。那如果有泡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着把马桶冲掉，那我们要稍微多观察10几20分钟，然后看这个泡泡是不是还存在。如果几分钟内就已经消失了，那通常比较没有关系。那如果是10几20分钟之后呢，这个泡泡都还在，而且很多，那就应该要检查。当然，医生嘛呼吁，虽然小病有破，要提高警觉，可能是药剂病早期镜头，不过并无等于就是药剂病甚至死心。重点是应该提早接受专业的分析加相关诊断。但新闻官及王子豪采访报道。现在日头赤炎炎，嘛，互医生提醒长时间受到紫外线，对咱会造成皮肤伤害。到年老时，甚至会慢慢出现皮肤病变。只是当时生成的记，因为袂痛、袂痒，时常被疏忽，所以医生进一步呼吁，如果身躯顶有出现不明的记，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基底细胞癌是东方人上常见的皮肤癌，容易被误认作一般的记，而经误治疗。但因为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癌，所以只要经过手术切除清气就会当。也因为皮肤病变通常拢是长期被日头照射所引起，所以医生也呼吁民众外出的时阵要注意风拍。基底细胞癌的部分其实是像东方人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癌。那基底细胞癌它就常常因为它本身是有一点色素，看起来会有点像痣，所以大概一般民众的话，因为它长的速度很慢，所以很容易会被误认为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痣，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让它放了很久的时间，而没有早期接受治疗。所以其实在阳光曝晒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像是比如说在脸上啊，常常病人可能他来是要看，比如说身上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病灶，但是有时候病人一坐下，我们就看到脸上很大的一个就是皮肤癌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在东方人在经过阳光的曝晒，长期几十年下来，其实很多都是长在脸上，甚至手背的部分都有。因为皮肤是人体上大的器官，也是上较容易用目睭观察到的器官，所以当民众身上出现不明的记，或者是一直增大的时阵，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治疗。只要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就当避免病变变成皮肤癌。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30度到34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28号中嘉电视新闻，那么在港这时间再会。